哎呀，我個心突然間跳得好快，成個心可以就快跳出嚟啦。梁女士，呢張係我哋頭先幫你照嘅心電圖。我哋正常嘅心跳應該每一下都好穩定，但你睇到你嘅心跳呢度明顯突然快咗，有機會係出現咗心房顫動。咩係心房顫動？答呢個問題之前，不如等我先帶你去參觀一下人類嘅心臟。我哋嘅心臟就好似一間大屋咁，分成上下兩層。樓上嘅兩間大房叫心房，裏邊住咗啲竇房結，負責發出電波，信號途經房室結，再傳送到心室，令個心有規律一下一下咁去收縮，即係我哋所謂嘅心跳。呢啲連綿不絕嘅心跳會將血液由心臟供到身體嘅每個部位。至於心房顫動嘅患者，佢哋嘅心臟發出嘅電波可能會時快時慢，錯晒拍子，令到心跳亂晒大龍。咁患者就會覺得個心抽住抽住，好唔舒服。不過唔係個個心房顫動嘅患者都好似梁女士咁有明顯嘅症狀。有啲患者嘅症狀時有時無，持續時間唔超過7日，呢啲屬於陣發性心房顫動。另一種持續性心房顫動，持續時間超過7日，用藥物或者電擊整流，有機會減少房顫。至於永久性心房顫動嘅患者，佢哋嘅症狀持續超過1年，就算食藥或者電擊整流，都唔可以回復正常心率。其實有好多心房顫動患者都唔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。如果你覺得個心跳怪怪地，或者出現胸口痛、個心翳住、頭暈，甚至好攰、失眠、食慾不振呢啲症狀，都有機會患咗心房顫動。最好即刻去睇醫生檢查清楚。心房顫動係一種非常普遍嘅心臟病，特別常見於老人家、冠心病、三高、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嘅患者。雖然心房顫動唔會直接對生命造成威脅，但係患者患上心臟衰竭嘅風險會大咗2.5倍，中風嘅風險會因此增加咗5倍，仲有認知能力亦會下降。呢啲全部最終都會增加死亡嘅風險。所以心房顫動其中一樣最重要嘅治療就係要防止患者中風。由於患者個心唔能夠有效咁將血液泵到全身，有啲血液可能會滯留咗喺心房，形成血栓。如果呢啲血栓脫落，跟住啲血流下咁去咗個腦，塞住咗腦部嘅血管，就可能造成中風。所以醫生會根據病人嘅狀況，建議適當嘅抗凝治療方案，例如服用華法林或者其他抗凝血藥，用嚟減低中風嘅風險。除此之外，為咗減輕症狀同埋降低房顫相關併發症嘅風險，醫生一般會建議患者選擇用藥物或者導管消融手術去控制心率。藥物治療嘅成功率通常比較低，尤其係對於病情較為嚴重嘅患者，而且藥物仲有可能出現副作用。至於導管消融手術嘅成功率較高，手術主要併發症率就大約佔3至5%。不過患者就需要自己支付手術嘅費用。醫生會喺病人嘅大髀靜脈放入導管，經血管送到心臟嘅右心房位置，然後喺左右心房中間進行穿刺，將導管帶入左心房，跟住就會利用射頻能量消滅干擾正常心率嘅異常電流。現時導管消融微創手術分為3大主流技術，分別係最傳統嘅射頻消融、冷凍消融同埋脈衝牆消融技術。3種咁多，佢哋有咩唔同啊？簡單講，就係用3種唔同嘅能量，分別係高頻電流、低溫氮氣或者高能量短脈衝電流，去破壞發出異常電流嘅細胞。另外，佢哋需要嘅麻醉要求同埋做手術需要嘅時間都有啲分別。由於導管消融術唔使開胸或者開刀，
病人一般手術後只需留院觀察多1至2晚就可以出院。除咗暫時避免做劇烈體力運動外，一般生活起居都冇乜限制，好快就可以康復。